喺守護菜園村嘅歷程當中，令我感動嘅，除咗係公公婆婆嗰一份堅持之外咧，就係遇上80後一班嘅年青人。假如50年之後，香港推出近代嘅歷史書，80後呢個名詞一定會記錄在內。而各位80後曾經為香港留下嘅汗水、足印同埋眼淚，一定會獲得後世嘅認同。自從今年初反高鐵運動之後咧，80後成為咗熱話，有人欣賞，亦都有人批評，甚至會有人標籤80後係一個負面嘅形象，話佢哋咧只係有怨氣，為抗爭而抗爭。喺呢度咧，我希望為80後講幾句說話㗎。80後唔係一個組織，而係存在喺每一位愛香港嘅年青人心裏邊嘅一個信念。其實每一個需要抗爭嘅年代，都會有一班年青人願意肩負抗爭嘅責任。70年代我哋有保釣，有反貪污捉國拍；80年代有6·4事件，當時冇手提電話，亦都冇 Facebook， 但係當時嘅年青人呢，就會好有默契咁樣走上街頭，為唔公義嘅事平反。當我哋走過好似好平靜嘅90年代，年青人嘅活力同埋嘅熱心，終於喺反高鐵護菜園呢件事件呢爆發出嚟啦。菜園村一班嘅公公婆婆呢，本來與世無爭㗎，但係因為遇上高鐵，遇上不聽民意嘅官員，遇上一意孤行嘅政府，令佢哋冇咗頭家。唔單止咁，600幾億嘅公帑，假如用喺老百姓身上，可以解決好多民生嘅問題。但係政府聽都唔聽，問都唔問，就夾硬通過咗一個600幾億，但係新界元朗都冇車站，只係設站喺西九龍嘅高鐵方案。請各位細心諗一諗。假如簡單嘅反應係可以改變到政府不理民意嘅態度，80後又點需要行到抗爭集會呢一步呢？80後可能係幼嫩，但絕對唔係為抗爭而抗爭。唔好忘記啊，其實佢哋只不過做緊各位前輩你哋後生時做嘅嘢呢。好多80後嘅朋友呢，都好關心菜園村嘅情況㗎。菜園村願意同政府有商有量，唔再堅持不搬不拆，以公公婆婆嘅家為大前提之下呢，宣布搬村。雖然搬村未必係最好嘅做法，但係起碼令到公公婆婆呢係可以繼續喺鄉郊嘅環境生活落去。但係村民讓咗一步，政府就無動於衷。到今日為止呢，政府係仍然以各種苛刻嘅態度、留難嘅理由呢，去拒絕發出復耕牌俾所有嘅菜園村村民。簡單嚟講呢，菜園村係未成功搬村嘅情況，令人擔憂。菜園村嘅前景就好似今日嘅天氣一樣陰晴不定。我相信各位朋友啦，最愛嘅地方一定係你嘅屋企。菜園村嘅村民都係一樣。其實我哋只係希望政府能夠畫一頭家俾我哋，能夠繼續生活落去。但係假如努力過後、爭取過後都唔能夠感動我哋嘅政府，我相信2010年嘅10月，80後會再次嚟到呢度，用我哋嘅眼淚、汗水同埋團結，陪村民作最後嘅抗爭，守護呢頭屬於大家嘅屋企。